嚟咧有從今以後嘅團隊啊，佢哋今年係有5項嘅提名，包括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女主角同埋最佳女配角提名嘅。冇錯，歡迎我哋嘅最佳導演楊耀凱先生，仲有係提名最佳編劇、最佳女主角提名歐嘉文，仲有我哋最佳女配角提名李琳琳姐，仲有咧係張國一齊嘅，歡迎你哋咁多位。Hello Ray，Hello 嘉文姐 ，Hello，Hello 姐，有張國 ，Hello 明 ，Hello 大家好 ，Hello。不如我哋先問咗琳琳姐先啦。我好記得咧，我哋喺同一個場景啊，舊年嘅時候，你又陪咧阿莊國行紅地氈，我哋就出年會唔會點樣叫莊國陪翻琳琳姐行紅地氈？一講就中咗啦。我唔知而家你嘅心情係點咧？首先咧，我要講就係你係我個福將咯。多謝。係咁，我個心情其實係平常心。因為我覺得咧，有機會能夠入圍咧，就每一位都已經係得咗獎㗎啦，得到大家嘅認同，當然係好開心啦。莊國今日就2個身份啦，陪琳琳姐之外都做頒獎嘉賓㗎喎。係，最緊要係陪啫，係，跟住先係頒獎，但係都要戥緊張㗎，我諗都會。我緊張過佢。係啊。都想問下我哋嘅影后候選人歐嘉文小姐你好，我想問下咧，今次 Angie 呢個角色咧都係真係打動咗非常之多嘅評審啦，自己又覺得 Angie 呢個角色最打動自己係啲咩咧？我諗係佢嗰份有啲天真咁直到後來佢先發覺原來人唔係我哋想象中咁，或者唔係佢自己想象中咁嘅。係咁，同阿 Ray 咧，其實每次合作都有非常之好嘅成績啦。而今次其實你都冇考慮太多就接拍呢個角色，未來會唔會話其實有啲咩更新、更大膽嘅題材，你會想嘗試嘅咧？我唔知啊，你呢個年齡冇人要我脱㗎啦，所以嗰樣唔使諗啦。係。咁啊，阿 Ray 咧，即係如果聽到嘉文姐咁講咧，嚟緊會唔會再度一啲大膽啲嘅題材，或者即係再天馬行空啲嘅題材，到時再邀請阿嘉文姐再合作咧？會啊，因為今次合作好愉快啦，其實同所有嘅演員團隊合作都好愉快，所以好希望咧可以快啲有新戲咧，同成班一齊我哋再玩過。我哋都希望快啲睇到你哋下一套出色嘅作品，同埋今晚喺咧頒獎禮度攞到好好成績啦！冇錯。好，不如我哋喺維港前面影張靚相留念先。我諗相信阿炳佢哋咧啲叫做新一代演員可以同咁多前輩合作都非常開心。開心。係好，最緊要影張相留念啦！呢個時候。Thank you， 唔該晒咁多位，希望今晚大家玩得開心啊，亦都有好嘅成績。Thank you，Thank you， 歡迎你哋，多謝你哋。
我身邊咧已經有候選最佳女主角嘅歐嘉文喺度啦。你好，你好，歡迎晒 Patrick 啊！多謝。今晚參與呢一個頒獎禮，個心情點啊？咁梗係緊張，但係亦都好開心，因為我又同我成班團隊喺埋一齊啊。嗯，係啊。嗱，參加頒獎禮最後候選人咧，會唔會喺衣着方面都特別要花多啲心思咧？少少花心思啦，本來揀咗一件衫嘅，但係琴晚開始凍啊嘛，咁冇辦法啦，要變陣啦，係要變陣啊！不過可能就係最好玩就係咧，可能突然間有時變一變會有啲衝擊㗎嘛，係咪？係。好，希望你今晚都有愉快晚上啦。多謝晒 ，Thank you， 多謝晒。稍等啊！好 ，OK，ready， 做嗰下先做，好準備，好，3、2、1 ，action， 掂，49，好，thank you。